各位乡亲大家好，我是彭宣如老师牛奶先生。今日由我来带大家来做运动，想要身材变好，就要做肌力训练。要记得运动前要先暖身一下，再不会受伤哦。以下会开始咯，天天来做，踢扎通走，右脚脚踝，我们转10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弯左片，开始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弯气头，速飘的气头风，备开始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弯腰诶，开始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做大车，来转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换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弯行紧，慢慢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接下来要停停来做肌力运动咯。好，暖身完要停停老师来做运动咯。今日的运动是手部训练，准备一关4关的水的速拿点。好，老师用侧边示范，胸荡狗伸直，然后记得不要耸肩，手臂踏吃，慢慢的弯起来，抬起来，2、3、4，保持手肘90度向后弯，5、6，肚子用力哦，不能大车，7、8、9、10 ，OK， 好，踢米扎通走，用2关水耶，慢慢的，竖劈踏吃，弯起来，不用下来。弯起来，不用下来，要记得不能大车哦，肚子用力，3、4，慢慢走，5、6、7、8、9，要用力哦，10，好，踢3扎通走，手放在侧边，慢慢的抬起来，手跟你的肩膀平行，慢慢的不用下来。2，我们停留个1秒，慢慢的不用下来。3、4、5、
6、7、8，慢慢的做哦。9、10，好。有女生比较在意拜拜肉的地方，今天的手部训练都会训练得到哦。好，接下来停在哪周？踢闸通走，来，手拿点，挥脑大车，都是用力，师傅压起来，手慢慢的向后弯，吐气，抬起来。2，停在哪周？3、4，吸气。吐气，抬起来，5，抬起来，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踢泥闸通走，用两管水，树皮踏刺，慢慢的弯起来，用下来，你会慢慢走哦。手才有用力哦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踢3下通走，手打开，慢慢的变下来。你停在那慢慢走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3下通走，做2组哦。以后会开始咯，动作要加快哦。好。踢3下通走，可以拿2罐，直接竖大翅，手向后弯，加重了1、2、3、4，肚子用力哦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。来，继续下去，来肚子用力，弯起来，用下来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踢3下通走。来，慢慢的打开，用下来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太嘎树有酸嘛？好。踢吸住动作，来，一会开始咯，竖大翅，挥脑大翅，肚子用力，慢慢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来，踢泥闸通走，手弯起来，用下来，2、3，通走慢慢走，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踢3下，手打开，用下来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
8、9、10。好，第一闸通走，大家比较容易会做错的，就是会耸肩，记得肩膀要放松，挺胸，手臂拉直，慢慢的弯起来，抬起来。我们再练习5次哦，天天来做哦，大家做会动好哦。2、3、4、5。哦，对，第一闸通走，第一闸通走诶，动作要放慢一点，手呢抬起来的时候停留3秒。我们再练习5次哦。2、3、4、5。好，慢慢的回来，来，再来一遍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再来一遍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大家的手有酸吗？好，最后一闸通走，要记得不要耸肩，背脑的大吃，挺胸，肚子用力。好，我们停留一下3秒。1、2、3，慢慢的蹦下来。来2，停留3秒。1、2、3，慢慢的蹦下来。来3、1、2、3，慢慢的蹦下来。4、1、2、3，最后一遍。1、2、3。把这3个动作最后做一组，然后动作加快咯。甜甜老师做咯，最后一组咯。好来，竖劈踏姿，手并好来，抬起来，慢慢的并好来，抬起来，做4度哦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慢慢的并好来。第2闸还是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最后一闸通中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大家做一动后，调整呼吸一下，手有没有感觉酸了？每天做的话，手臂一定会变瘦哦。